大家好啊！今日又翻到嚟我哋新一集嘅隔岸觀火，我係 Hugo。大家好，我係 Daniel。我係阿 Man 啊，好啊！我哋今日好開心啊！啱啱睇完波，當然開心啦，有冇睇直播先？梗係有啦，有啊走堂都睇啊，我走咗3個字咯。走咩湯咧咗個鐘。冇睇啊，冇睇冇。睇啊，唔係全啩？部都知道摩連奴贏緊㗎啦。宇宙無敵嘅巴塞羅那喂終於輸波啦！咩宇宙無敵最尾嗰10分鐘宇宙無敵我係曼聯好熬啊！你都唔知係。咩係啊，最尾哇！比基追翻一球嗰陣時，哇！睇到要幾多球先入到線啊？入到如果巴塞贏2-0，佢就出到線啦。係啊係啦，因為有得失，有作客入球。係啊，係啦，咁就好恐怖。你唔逼機入係完之後應該你好傷心至係啊，我身為好傷心 AC 米蘭個 fans，我都係俾到個 AC 死米蘭嘅敵 fans。死敵入到。雖然都係國米都係我哋敵人，但係始終都係意大利聯賽，你明白？敵人嘅敵人係咩就是朋友啦。其實我純粹係因為我係皇馬 fans，我唔想見到巴塞喺皇馬主場捧杯咯。皇馬 fans 都好啊，都好熬啊！第一球其實佢哋有越位嫌疑嘅，咁你逼機入個球其實真係越位，你睇翻慢嘅重播係越位，但係第二球佢話手球在先，但係哇我好驚，你知唔知我以為真係入咗2-0之後就拉皮啦，咁你仲要打少一個莫達紅牌出場上半場嗰陣時就咩事咧咁咁樣？莫達紅牌出場。之後球證，喂唔係唔計，哇嗰下你明白嗰啲嗯我哋隔離嗰啲巴塞 fans 已經喺度係喺邊度睇啊歡呼啦嘛，我哋喺麥 man 咯，哦係啊。摩連奴真係超正咯，同埋當佢贏嗰個時候喺露營9萬幾人面前挑釁嗰班球迷，我真係覺得佢真係超掂。佢最中意做呢啲嘢㗎啦。啊右王真係錯咗啦，放走啊摩連奴。啊，算啦，唔係啊！依家唔好咩？安察洛提唔好啊、肥安啊！肥安俾人踢咗出局。肥安唔好啊，唔會肥安就識教老人院。你睇 A 哇！大米佬 A 米當初贏咗幾多次歐聯啊？知唔知打咗幾多次入決賽啊？我覺得如果唔係肥安教會仲好啲咯，即係唔係冇可能啊。一次歐聯，唔係2次歐聯1次聯賽咁少咯。當年意甲祖記啊嗰啲都好勁㗎，唔好睇小。格蘭都入到決賽喎，肥安入唔到喎。喂，你唔可以咁樣提嘅，有時有啲嘢咁你對正邊隊咁樣係咪先？好啦，國米咁樣。我哋其實已經離題離得太過分啦。我哋翻到嚟我哋今日嘅題目啦，係啦，今日講咩先？今日精彩啊，Man！今日就講呢個《都市日報》有呢個係喺地鐵嗰度有個免費個報章啦，就前嗰排其實我哋都好 out 㗎啦，但係咁咧前嗰排就整咗一個叫做上網徵新聞嘅比賽，就係、想喺即係出一個年份就叫2028年4月1號嘅，為咗愚人節而整嘅一個報紙，係講18年後香港究竟點呢個報紙。咁就好多人反應好踴躍啦，跟住之後就擺咗好多個好得意嘅新聞落去啦。咁我哋今日就講下呢啲新聞究竟有咩咁好得意、咁得意嘅嘢啦。其實發生咩事咧？就係喺4月1號啦，即係話今個月嘅4月1號啦，今個月嘅月頭啦，咁就喺香港嘅各大地鐵站咧，如無意外，大家都會收到或者攞到一份報紙係乜嘢？就係《都市日報》派呢份報紙，但係上面咧就唔係2010年嘅4月1號，就係2028年嘅4月1號。咁呢份報紙有咩特別咧？就係當然就係冇新聞講緊係真嘅預測緊18年之後嘅新聞啦。咁就係大部分都係頭先 Man 康講，就係網上面啲人投稿，OK，咁去投稿呢個新聞。所以有好多讀新聞啊，嗰啲咩動漫嗰啲嘢㗎，係啊。好多動漫，但係你睇翻頭嗰幾頁港聞啊，或者國際新聞啊咁樣，哇，全部都係咪叫惡搞咧？我又覺得好似好 meaningful 喎，睇翻係咪先？其實佢開始徵稿都徵咗幾耐，我唔知有冇記錯啦。我起碼大概1月到2月左右已經開始見到有人將呢條 link 擺上網，跟住就去不斷鼓勵人去寫呢啲新聞嘅。我都其實寫過。你都寫你有過寫過我寫過民建聯成功爭取，跟住唔記得寫咩，跟住但係我唔識 save 極都 save 唔到，最後就放棄咗。其實係啊，所以其實佢都即係徵稿徵咗好耐。其實我嗰陣時一直頭嗰幾日我都覺得好得意，我日日都有上去 check 住有咩新新聞寫咗上去，跟住後尾冇嗰件事，突然出咗咯。其實都有諗過，覺得呢份嘢有諗過打翻香港叫屋企人幫我拎一份，我覺得真係幾正嘅。應該要儲啊！應該嗱，你儲住佢18年之後，真係2028年攞翻出嚟對下睇下啲新聞似唔似咁啊？
有機會我覺得都好相近喎，真係。點解要講呢篇文呢？就因為呢篇文裏邊真係有好多發人心醒，而家覺得青年有啲乜嘢對香港嘅前途有啲咩睇法，即係會見到有啲嘢真係好似幾重喎，又好似第時可能會真係咁呢咁樣，但係大部分都好似好悲涼咁嘅感覺啦，咁樣。大部分都好悲哀啦，你見到頭條已經好嚇人啦。係頭條係咩呢？頭條填平維港，港島接壤九龍半島啊！哇！之後好大幅相，你見到就係講緊一個電腦特技去整嘅，就係維港咧就變晒好多填晒好多平地咁樣，咁就將港島同九龍工地咁樣。係啦，就接壤咗咁樣。咁啊好啊！以後過海唔使塞洪水，又唔使俾東水咁貴，係啦政府又唔使揾錢回購翻東西水啦。插圖嗰個嗰個叫咩啊？呢個嘢注譯咯，係注譯就講話填平維港後，長久以來海底隧道塞車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啦。哇！咁似邊個？咁似好似政府喺天星碼頭同埋皇后碼頭拆嘅時候講啲嘢喎。因為一定點解要填海咧？就因為而家香港嗰啲港島嘅塞車問題太嚴重啦，咁樣填海啦，跟住填海之後佢又起好多好高嘅大廈，然之後就令到個交通問題更擠擁，然之後又話我哋要填海，因為太塞車啦咁樣。點會起兩條高鐵喺中間咪冇事咯？高鐵唔夠15分鐘已經要停㗎咯喎，跟住又話佢嗰個報導好正，佢話訪問咗四個唔同界別嘅人啦，學者啦第一個，佢就話政府此舉對香港發展係百利而無一害嘅。喺地少人多嘅香港咧，將維港填平咧，不失為一個解決高地價嘅好方法。但係咧就佢話可惜咁樣填咗維港咧，就令到香港喪失咗個地標，所以要點做咧？就係要再叫政府起一個新地標出嚟，咁就可以取代旅客對香港嘅印象。咁呢個第一個就係學者講啦。第二個就係工程及運輸界嘅功能組別講咩咧？佢就話佢話佢哋呢班人咧就一致贊同有關建議。點解咧？因為可以解決頭先咩香港就係過海隧道同交通問題。咁咧就可以有助呢個港島同九龍同新界接軌，咁就可以縮短內地旅客往返港島嘅時間。OK， 咁已經好多個財團咧已經喺度參與緊發展啦。咁所以咧第三個就係講財團，財團有咩意思咧？財團就表示佢話咧就會喺新維港嘅中心點咧興建一座200層高嘅商業大廈，就作為香港嘅新地標咁樣。係啦，咁有財團再講就話填平咗維港之後，啲土地都可以起大概5萬至10萬個豪宅單位，咁可以創造10萬個職位，咁就可以滿足咗內地投資者嘅需求啦。咁最尾就係講緊政府就係行政長官發表啦，就講咩咧？就係呢個填海計劃咧係經過多年，係經過多年嘅計劃，同埋以香港人嘅利益係大前提之下決定嘅。並且最重要係咩咧？佢話係獲得香港市民大眾一致支持嘅，係啊，就係填平呢個維港共識。咁究竟2028年會唔會真係發生呢件事咧？即係其實唔係空中樓閣裏邊所講嗰啲問題，大家都好似有啲好似聽過咁嘅説話。其實好多時喺以前政府想起啲比較爭議大嘅問題，即係好多都會有重複。而家係翻呢個問題，即係喺翻呢個新聞上面，即係其實係有啲抽水之嫌咯。呢篇新聞其實呢份報紙你睇到新聞，好大部分咧都係一啲而家已經出現緊嘅問題，然後呢份報紙即係去作呢啲內容嘅人係將佢極端地誇張化咯。其實呢種手法我覺得係幾好啊，即係去可以咁樣去引起大家嘅注意，即係起碼知道而家發生緊嘅問題，如果冇人再去理，冇人再去改善。再去到最壞嘅情況，就可能唔係即係會真實發生嘅事，而唔係我哋喺度笑緊嘅一單假新聞咯。其實係好真啦，你見到就係佢依家講嘅嘢，其實依家我哋聽新聞都好似曾相識喎。學者真係咁樣講之後，嗰啲財團又話而家創造幾多個就位啊，創造幾多個單位啊，咁樣之後功能界別嗰啲人又係講呢啲嘢，即係政府又係講，又話得到市民共識啊，永遠都係講埋同一樣嘢嘅啫喎。咁到時如果真係填咗嘅話，好可能就係。一模一樣都係講埋同一堆言語，之後就係全港市民都好 support 呢個工程咁樣。仲有好多新聞喎，翻到嚟再講啦。好啦，下回見。